我讲你看你读阮大官，嗯，大官要哪写？大官，大官要哪写？大官，你写看觅？大官，就是恁翁的诶，老爸，老爸嘿，毋是我嘿嘿，大官，大官。哇，哇！咱拢莫讲啊，拢点点。我唔知呢，我凊彩有呢，无要紧，你看你感觉是对两字？大官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哦大官，安尼也咁对，对毋对？我毋知，你请回。好啊，甲恁迄朋友叫过来好唔好？好，嘿嘿，杨丽婷，啊，你写大家，大家哦，大官大家嘛，哦，大，哎呦，这是婆婆啦。哦，谢谢，感谢你，嘿，谢谢。各位亲爱观众朋友，这是这两位妈妈各生两个囡仔了对大家大官的解说。一些回答要答官，一些答到，这两字是对的。哦，啊厉害哦，厉害厉厉害厉害，大官因为是厝内面真大，所以大。哦，哦，真的哦。大家是大，哦。国厝内面上大的，所以大官甲大家是安尼写的。哦，是哦。好，大